做生意成日追求數字，但我覺得我仲可以做多啲，無論係對人，抑或係對呢個城市。其實企業唔需要做大嘅 project， 簡單合作都可以帶嚟改變。有人願意俾機會我，先可以發揮潛能，回饋返社會。做決定嘅時候，考慮埋對員工同埋對社會嘅責任，為企業帶嚟更長遠嘅優勢。保護環境、共建低碳城市，真係要靠大家合作先得。商界展關懷計劃唔止係一個認可，仲係實踐可持續發展同埋關懷社會文化嘅藍圖。而20多年嚟嘅歷史咧，更加唔單止係個數字，而係代表我哋跨界別長年努力同進步嘅里程碑，為我哋嘅社會帶嚟更多嘅意義。我哋好願意同企業一齊行出第一步。商界展關懷計劃一直都係香港商社合作嘅橋樑，我哋希望更多新世代嘅企業家能夠參與，一齊創造更多新嘅可能。原來關懷社會只係需要每人踏出第一步，參加商界展關懷，同創更美好世界。